先开始来关心，这礼拜中南部是连续落大雨，灾情严重。水邦的雨水自站开始已经有咧转好，也毋过气象署也是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，其中伫高雄、屏东、金门是达到大水雨的级数。另外呢，伫南投、嘉义县、台南、高雄、甲屏东这5个县市，有部分的所在，今日原来是停班停课。 这个叫做柚子地毯。当那是风台过境了，又搁拄到低压带加西南风，所以落大雨，影响台南麻豆文旦的收成。收超有3万斤，啊3万斤进，超剩0.05成啊，损失哦差不多9成外。 另外，七股区也淹水，佮拄到海水满流，就算有船抽水机也是淹水。客家区是到70已经停电第5天啊，台电饼修理进度，伫嘉义升温1天内自无到户，才33支临时的电火跳化。台南的区段也是伫咧风雨中修理，出动所有的人赶工修理。跟我们目前还在停电的这个住户呢，表达歉意哈。 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在明天深夜能够恢复大部分的这个电力。台电统计，这边风灾全国8停电的户数96.4万户，一直到今仔日透早4点，也有5万外户无电。屏东的灾情也真严重，雾台乡大武村唯一对外道路雾台2号桥甲涵港，和大雨冲海期无法渡过，全村差不多100外位居民掉伫咧山顶无法渡来。 另外，伫高屏区顶楼下努龙区，溪水已经满到路面出来，因为高雄的山区雨大雨落未停，南平公路明白铁路桥也因为山坡的石头一直放来，无法渡过。现在的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明霸车路上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的话，要等这个天候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可能要进行抢修。 台东也灾情真多，南回公路自太马里到达连乡沿线，真侪所在有土石流或者是淹水，交通受影响。伫上武村当地，因为溪水满在路边，有大雨条条的，赶紧疏散撤离。当地居民是怪排水沟无清。大排水沟真的要清啊！没有清，还是明年还是会淹死。 昨暗开始雨有较细，气象署已经解除各地雨报作业，不过继续发布雨特报。其中高雄、屏东甲金门是雨大雨顶级，而且这2天拄好是满流，西部沿海地势较低地区的民众爱注意饮水。另外，今仔日包括南投、嘉义县、台南、高雄甲屏东等5个县市，有部分地区甲学校停班停课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